你以為你知原子係咩樣啊？你一定見過啲圖，中間一粒細細粒嘅原子核，好似粒波咁，啲電子就好似行星圍住太陽轉咁樣，乾淨簡單易畫。呢幅圖喺每一本教科書、每一間科學館個天花板都有，但係問題喺邊？問題係呢幅圖係錯嘅，唔係錯少少，係完完全全、徹徹底底由根基開始錯晒。錯到你應該質疑埋以前喺學校學過嘅所有嘢。原子唔係一個微型太陽系，電子亦唔係行星。如果你用嗰幅圖去理解原子，你一定會失敗。你會越諗越亂，問埋一啲根本冇答案嘅問題，因為啲問題本身就係建立喺一個大話上面。等我話你聽，原子入邊真正係咩？我預告定先，你唔會中意個答案，因為真相係非常之怪，怪到同你嘅常識完全相反。你個大腦會一路聽一路反抗。我哋由最簡單嘅氫原子講起，一粒質子一粒電子，大家最中意攞佢嚟做例子。你想象質子喺中間大約十嘅負15次方米咁大，而電子喺十嘅負10次方米外轉緊。咁第一個問題，粒電子到底喺邊？你想話佢而家喺左邊轉緊圈，錯，電子冇一個明確嘅位置，唔係因為我哋量唔準，係因為電子喺你量度佢之前，佢本身就冇位置。呢個唔係哲學，呢個係數學同實驗證實咗無數次嘅事實。電子存在喺一個叫疊加態 superposition 嘅狀態，佢唔係喺呢度或者喺嗰度，佢係同時喺多個地方出現。佢係彌漫喺原子核周圍嘅一團機率雲。你可能會諗，好啦，雲啱啊，咁即係電子好似搽麵包啲牛油咁薄薄咁鋪喺空間度。錯，電子喺你量度嗰陣係一粒點，但係在你量度之前佢根本冇位置。彌漫開去嘅係揾到佢嘅機率，有一個叫波函數嘅嘢，會話你聽邊度大機會揾到佢，邊度細機會。但係最爆腦嘅係喺你望之前，電子唔係匿埋。喺某個位，佢係真係冇位置。嗰份波函數就係粒電子。再講軌道，行星模型最錯嘅地方喺呢度。如果電子真係圍住核轉，根據電磁學，加速緊嘅帶電粒子會射出能量光。電子轉圈係加速，咁佢就會不斷唔見能量。電子會好似螺旋形咁越轉越入，最後撞落質子度。計克數，成個過程只需10嘅負11次方秒。即係話宇宙所有原子應該一瞬間就冧冚晒，明顯地呢樣嘢冇發生，原子好穩定，所以電子絕對唔係轉緊。咁你會話，或者佢係靜止坐喺度呢？又錯啊！如果你知佢坐喺邊，你就同時知佢嘅位置同動量零。但係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話你聽，你冇可能同時精確知晒呢兩樣嘢。呢個唔係量度問題，係大自然嘅基本屬性。你越想捉死佢個位，佢個動量就越亂。咁所以電子唔係轉緊，亦唔係坐喺度，佢只係存在，以波函數嘅形式存在。呢啲波函數咧有唔同嘅形狀，我哋叫軌域 orbitals。軌域唔係路徑，係一塊空間。波函數話你聽電子可能喺邊度？最簡單嘅係圓波，高能量嘅會有啞鈴形或者冬圈形。仲有一樣好怪嘅嘢，電子由一個能級變去另一個能級，唔係慢慢滑過去，係瞬間跳過去，叫量子躍遷。前一秒波函數係咁，下一秒變咗第二個樣，中間冇過渡，佢唔會經過中間個空間，點解會咁？冇人知。實驗話係咁，但係冇機制可以解釋。再講電子到底係乜？你以為係一粒波一個物體，但係我哋做實驗發現電子會好似波咁發生干涉同繞射。咁佢係粒子定係波？答案係兩樣都唔係。電子係一個量子對象啦。你唔望佢嗰陣，佢係波函數會好似波咁演化。你一望佢，佢就坍縮成一粒點。呢個叫量度問題。科學家煩咗成100年都未解決到。加多幾粒電子又點？好似鐵有26粒電子，呢啲電子係完全一模一樣嘅，唔係相似，係根本係同一樣嘢。如果你交換兩粒電子，成個系統嘅波函數會轉號變負號。呢條叫保利不相容原理，亦係點解物質係硬嘅原因。冇兩粒電子可以處於同一個狀態。如果冇呢條例，所有電子會跌晒入最低能級，宇宙就唔會有化學，唔會有生命，亦唔會有你。咁原子核咧，你以為係一堆質子同中子黏埋一齊？錯，
質子入邊係夸克 quarks 由膠子 gluon 連住，但係夸克唔係好似波子咁坐喺袋入邊，佢哋係量子場嘅波動。最瘋狂嘅係質子大部分嘅質量唔係嚟自夸克啦，夸克好輕，係嚟自連住佢哋嗰啲膠子場嘅能量，能量就係質量。所以如果你問質子入邊係咩，答案係能量，係穩定嘅場能量，唔係實物。咁翻去原點，原子入邊到底係咩？唔係粒子，唔係波子，唔係軌道，入邊全部都係場 fields，電子場、夸克場、膠子場、電磁場，呢啲場充滿晒成個空間。當我哋話原子入邊有電子，意思係電子場喺原子核附近有一下激發。原子唔係一件嘢，佢係一個圖案，係由唔同場嘅激發組成嘅穩定結構。呢個世界底層冇實物，只有數學對稱性同守恒定律。你可能唔中意呢個答案，你想要一啲實力契摸得到嘅嘢，但係宇宙唔會理你點諗。原子大部分空間，當你用手撳張台，你感覺到嘅唔係粒子撞擊，係電子雲之間嘅電磁排斥同埋保利不相容原理。地板唔會俾你穿過，係因為牆喺度互推。最後講下大細，原子核比原子細10萬倍。如果原子核係一粒波子，原子就係一個足球場咁大。但係電子本身，我哋量度到佢係一粒點，冇大細。呢樣嘢 make 唔 make sense？完全唔。電子仲有一樣嘢叫自旋，聽落好似佢轉緊咁，但係佢係一粒點，根本冇嘢可以轉。佢只係擁有角動量呢種數學屬性。點解原子嘅能級係量子化嘅？因為波函數一定要吻合個原子核。好似吉他弦咁，只有特定頻率先可以震。呢個就係點解原子會射出特定顏色嘅光。我哋可以計到小數點後14位咁準，理論係啱嘅。但係背後點解係咁，冇人答到。你冇辦法睇到原子內部，因為光嘅波長仲大過原子。你用高能量嘅嘢去撞佢，你就已經破壞咗佢。量子世界冇被動觀察，你一望你就參與咗創造現實。所以原子入邊到底係咩？冇波子，冇軌道，冇實物。原子係一個數學結構，係薛丁格方程式嘅解，係一份機率波函數。原子係一個量子系統，佢唔會理你嘅日常經驗，佢係由純粹抽象、美麗而又難以理解嘅數學組成嘅。如果你仲想揾一啲真實穩固嘅嘢喺底層，我只能夠同你講，對唔住，宇宙比你想象中怪得多。